这是一首教会的歌啊。然后我觉得人在最脆弱的时候，会很需要一个依靠这样。也有可能是信仰，也有可能是爱人，也有可能是家人。但总之，你很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你依靠的对象。然后我觉得这首歌，其实好几年前我在唱国语歌的时候也会唱，但现在唱的心情很不一样。就是可能因为帮我募资之后，我突然发现很多人在帮我，然后发生在我很多的平常，可是我其实没有发现。然后今年年初其实蛮低潮的，其实低潮是因为阿米事业节在部落里面会通过之后，但其实我突然觉得我办不起来，突然没有那么有信心，然后还骨折这样，然后还酗酒，我的酒就是很多心情不知道找到一个依靠，在那个时候，当然大家都会自己找到自己的依靠，只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迷惘，然后因为很知道要把阿米事业节这件事情，然后募资完之后，突然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一样，有这么一点点信心，然后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这首歌就在那个时候出现，然后今天放在今天的歌单的最后一首，本来是前面然后面，但是我们要安静，要不能让礼物颠倒，知道吗？然后留言都收了这样。但是我今天感恩的心啊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生活中很多感恩的事情，然后那个会让你对未来的日子有更多的期待，然后会比看电影啊、看好的那些会有更多的信心，因为那是很真实在发生在你的周遭，然后它发生在你的心里面起了一些反应。这首歌叫《野地的花》，献给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，谢谢。